電腦視覺技術點樣大幅提升中成藥包裝效率？傳統嘅包裝系統面臨住多方面嘅挑戰。隨住好多舊員工退休，中成藥包裝同工藝難以吸引新人，加上安排臨時人手非常困難。由生產力局同惠元堂合作研發嘅惠元堂智能自動化 GMP 中成藥包裝生產系統，系統可以兼容不同形狀嘅中成藥產品，包括扇形同長方形，同時識別罐內唔同數量嘅藥樽。另外，機械臂可以連續高速運作，仿照人手插入6個或者10個小孔入面，力度同角度都需精準靈敏。新系統運用電腦視覺技術檢測唔同嘅位置，無論鐵罐擺位正唔正確，機械臂都可以拎起鐵罐，並且確保鐵罐內已經放入說明書，仲會檢查批號日期同防偽標籤，並完成其他工序，例如熱縮膜封包。新系統將藥品外包裝效率提高咗11倍，可以將原有人手調配去其他工作。智能系統引領未來嘅包裝現代化，實現高效與精準嘅完美結合。創新科技實踐之旅。